原生家庭對我哋成年之後喺愛情中會有幾多影響呢？的確，童年嘅記憶係會延伸到長大後，你喺感情中對待每件事情嘅反應。22年歐洲公共健康期刊做過一個有關原生家庭同成年後戀愛嘅研究。如果你童年時經常被情緒忽視，你大個咗拍拖就會更常出現負向嘅放大效應，即係對伴侶嘅一舉一動特別敏感，中意用測試、冷戰去逼對方表態。而父母情緒不穩定，亦係混亂型依附嘅成因之一。相反，親子關係正向嘅人，戀愛時一般更願意投入，比較容易產生信任。即係相處中，你哋有爭執，都能夠有以下呢一種嘅心態，能夠承認自己有唔開心、不安，但我都願意去問清楚，商量改善嘅方法。咁我哋又一齊睇下荷蘭格羅連根大學另外一個研究。咁佢又有個好消息，原生家庭係唔會直接決定你有冇拖拍，但壞消息就係你有拖拍之後，原生家庭以往帶俾你嘅負面影響，係會準確咁見到你喺戀愛中嘅承諾度同滿意度，比起其他人係會低啲啲嘅。而另外一個橫跨歐亞嘅研究就有一個更加重要嘅發現，關乎一個人親密關係中嘅權利感。如果你成長中所有大大小小嘅決定都係由你屋企人幫你負責，咁大個仔大個女之後喺愛情中出現衝突嘅時候，就會更容易將所有嘅狀況都歸咎於另一半身上，出現所謂過度嘅權利感，會有圖中呢啲特徵啦，都係一啲會非常破壞你同伴侶之間關係嘅行為。相反，如果父母係用自主支持式嘅教養，從小鼓勵你自己去解決問題，長大後你就會比較願意同另一半去溝通去磨合。研究人員最後都有一個共同嘅觀點嘅，我哋了解原生家庭唔係話要怪責父母，而係都想令自己分得清戀愛中我係真係同另一半唔夾，定係源於舊有嘅創傷被觸發。網絡上都有好多情侶不能不聊到嘅話題，而我認為最值得一對 couple 去互相了解嘅就係對方嘅童年。